大家好，歡迎收睇理財有方。好多投資者咧都會認為債券投資係一種低風險嘅投資，不過事實又係咪咁呢？咁今日我哋就請嚟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 Raymond 咧上嚟同我哋分析一下投資債券時候咧要留意嘅風險因素嘅。Raymond 你好啊，你好。嗱，咁債券投資咧回報咧就係定期收取票息啦，表面上好似冇乜風險嘅，咁實際上咧利率嘅升跌咧對債券投資者咧係會有影響嘅。不如先同大家咧詳細講講啊。嗱，其實債券本身嚟講，因為佢定期派咗一個叫做固定嘅金額入嚟啦。咁如果你嘅利息向上嘅話咧，咁而家定期俾嘅利息咧，相對嚟講就冇咁吸引，所以成咗一個叫做大約嘅關係咧，就係當利息向上嗰陣咧，債券價格嘅現值咧就會向下跌嘅，形成咗一個兩者相反關係，利息升，債券價格就往下跌啦。所以如果你中間係有個需要將個債券變賣嘅時候咧，好可能咧就會面對住你個價格上嘅風險啦。咁我究竟咧債券嗰個價格咧同埋票息咧，譬如一手嘅時候咧，佢點樣定出嚟嘅咧？嗱，通常嚟講咧，都會一手價格嘅時候咧，喺第一次發行咧，佢參考佢做市場嘅利息咧，去作為佢自己釐定呢個票面利息嘅參考嗰度。譬如話，而家市場上邊咧嗰個叫做相等嘅債券嘅評級年期咧，同埋個本身嗰個叫做風險程度差唔多嘅時候咧，佢係做緊兩釐息嘅時候咧，咁另外一間公司要用翻相等嘅息口先至可以吸引到投資者嘅，所以佢就會參考翻市場上邊嘅定價，作為佢自己發行票面息嗰個嘅考慮嘅。嗱，一手債券咧，有時就啲投資者買嗰陣時候咧，就諗住你譬如你買5年，咁你就5年後到期，你中間唔會去即係放佢啊，或者有啲咩喐動嘅。咁如果係咁樣嘅話，揸到期嘅投資者，佢風險會唔會低啲咧？嗱，如果你本身嚟講係長揸嘅，即係話由第一次買入嚟講咧，即刻係一路咁揸住落去，中間唔變賣咧，其實你就唔需要擔心中間嘅價格上嘅變化風險，因為你第一日買入嗰個票面息後咧，已經鎖定咗咧你成個投資期裏邊嘅回報嘅。但係問題咧就係人咧就會往往咧就會中間有一個現金需要，或者要考慮將佢自己手上嘅投資係變賣嘅，而變賣裏邊個價格嚟講咧個變化先至係你風險所在。但係如果你本身真係冇呢一個變賣嘅壓力，而真諗長揸到尾咧，其實你買嘅第一日咧已經鎖定咗你呢段時間裏邊嘅回報㗎啦。咁但係如果中間真係要去買賣嘅時候咧，嗰個債券嗰個年期長度都會唔會影響住嗰個價格波動或者個利率啊？嗱，如果你買賣嗰個嘅年期咧係比較長嘅話咧，就意味住咧中間面對住利率往上升或者往下跌嘅風險咧係高咗好多嘅，變咗係年期越長嘅債券咧，佢面對住利率嘅風險亦都比較大嘅。所以個金科玉律咧就係年期越長嘅債券咧，佢面對住利息嘅風險越高；年期越短嘅債券咧，佢面對住利息風險越低。咁啱啱我哋就講咗啦，即係債券嘅利息咧、利率咧點樣影響住嗰個債券走勢啦，亦都講咗年期啦，仲有啲咩嘅投資風險咧？投資者都要需要留意。另一個比較重要嘅風險咧，就係一個屬於信貸上面嘅評級啦。因為而家投資債券咧，往往咧都會有一個信貸評級跟住個債券嘅，尤其是咧，如果個債券評級係比較高嘅話咧，個債券嗰個息口咧就會比較低，但係佢本身嘅二手價格咧比較硬淨好多嘅。如果突然之間嗰個債券嘅評級係往下調嘅話咧，你債券二手價格咧，亦都往往咧都會遇到一個負面嘅影響嘅。咁啊，仲有就係而家咧環球咧都係一個低息嘅水平嘅時候咧，投資者一心咧可能就以為永遠都係會keep 住個低息嘅。咁但係有機會會轉變噶嘛。咁到時債券嘅投資者佢應該要做啲咩嘅準備咧？嗱，其實投資者要明白咧，就係當個利息往上嘅話咧，其實佢手上持有嘅債券嘅二手價格咧就往下調噶啦。所以其實投資者咧有個心理嘅預期就係低息嘅環境係唔會持續直到永遠嘅。而債券價格嚟講咧，而家因為低息環境做得比較好啦，但係當高息嘅環境一嚟嗰陣咧，債券價格咧就會往下跌㗎啦。佢預咗有一個咁樣嘅出現嘅機會嘅。但係有冇情況底下咧，我想放冇人接咧，或者我真係想買嗰時候有冇人放俾我買咧？嗱，正話呢個提到問題咧，就係叫做流動性嘅風險啦。喺個債券買賣底下咧，通常有一啲比較熱門嘅債券，譬如話係國庫券啦，或者國家發行嘅債券啦，個買賣方面咧比較容易去進行，所以形成咗佢二手市場咧比較暢旺，流動性風險比較低咧，所以佢嘅價格方面咧都企得比較硬啲嘅。但係有啲企業債券咧，由於發行嘅問題咧係比較獨特啦，佢個二手嘅市場比較薄弱嘅。如果你真係要放出嚟咧，往往要喺價錢上面做一個比較大嘅折讓咧，先至有投資者願意承接嘅。所以嗰個風險亦都會取材於一種叫做流動性嘅多寡嘅一種風險。嗱，如果有個投資者咧想去即係買賣呢啲債券嘅時候，啱啱你都提到其實嗰個信貸評級都好重要嘅。
國家個信貸評級同企業嘅信貸評級，投資者咧要點樣去分辨呢？點樣為之係好咧？邊係為之風險低嘅咧？嗱，通常一個信貸評級嘅考慮裏邊咧，國家嘅主要評級係高過嗰個所屬國家裏邊嘅企業嘅評級嘅，所以以國家嘅債券嗰個評級會高過企業嘅債券，就係一個通常嘅做法喺度嘅。咁如果你投資一個叫做國家主權嘅債券嗰時候咧，其實你個叫做違約風險相對低好多嘅，因為個企業可以違約，國家違約風險係低好多嘅。咁如果匯率方面又點睇咧？因為有時香港你買債券唔係一定係用港幣或者$1買噶嘛。咁如果你用第二啲外幣買嘅時候，呢個都會唔會係其中一個風險？大家都要留意。匯率風險咧就係往往就係而家時時面對，尤其是人民幣債券咧越嚟越受歡迎啦。咁而家買人民幣債券咧個利息嚟講可以偏低一啲，因為人咧就會覺得人民幣會升值，就願意用一個比較低廉嘅利息都好啦，去攞取一個升值嘅潛質喺度嘅。但係人民幣唔一定會升，亦都有機會往下跌嘅。當你如果突然人民幣係往下跌嘅時候咧，你而家個債券嗰個價格咧，亦都會因為人民幣下跌咧而變得唔吸引，而個價格上面咧，亦都會有個折讓出現嘅。好啊，咁呢集咧唔該晒啊蘇偉文教授啦，咁詳細幫你分析咗啦投資債券嘅風險喺邊度，咁大家要留意啦。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